我哋係工程合約 NE 201707將軍澳跨灣連接路嘅總承建商中國路橋工程有限責任公司。我哋項目主要負責興建一條跨橋，由日出康城連接到藍田將軍澳隧道及將軍澳市中心。合約總額大約25億港元，合約期為43個月，預計於2022年落成。要打造智慧工地，要提供基礎嘅網絡。項目採用 Long Range WiFi， 於工地寫字樓提供 WiFi 網絡到1公里外的主橋工地位置。另外，鐵橋內亦設有 WiFi， 確保通訊無阻。中國路橋於工地推行智能安全手錶，手錶提供多項功能，有助改善工地安全。手錶提供實時定位功能，工友可透過手錶了解自己身處嘅位置。寫字樓亦可透過系統實時得知工友身處嘅位置。手錶會根據天文台發出嘅天氣警告信號，透過手錶發放信息通知工友，例如酷熱天氣警告信號。工友可以透過手錶發出 SOS 求救信號，通知系統管理員，管理員會於系統內接收到工友嘅求救信號，並可透過實時定位，快速揾到求救工友嘅位置。利用 Beacons 技術，工地於機械設置感應器，當工友靠近機械操作範圍，手錶會發出震動警告工友已進入危險區域。另外，手錶設有脈搏及溫度偵測等功能，當脈搏或溫度出現異常，會發出震動警告工友。於鐵橋內籠，工地實施限制區域管理。傳統嘅出入登記會使用登記板作記錄，智能手錶可以用作身份認證，看守員可透過手機程式掃描手錶二維碼，以用作出入登記。